各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主，互咱搁一摆伫早起的时间，伫主的面头前，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。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伫逐工的灵修的内面，咱拢会当看见主为咱来摆设宴席，互咱会当来咱的心会当来食有春，会当有互上帝的话，互咱得到饱。咱今仔日咧，因为爱你即个经节。是伫希伯来书的11章，希伯来书的11章第4节到第7节，希伯来书的11章第4节到第7节。当然，这段圣经对咱来讲是一段真水、真好的圣经，也互咱来当知影，人爱倚靠上帝、信靠上帝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到第7节。若有圣经，请大家掀开圣经来读；若无，请咱来听牧师来伫遮讲这段圣经。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到第7节，对信亚伯献祭予上帝，比该阮较好。对安尼得到干净以是义，就是上帝看伊的礼物来做干净。搁对这个信，伊死了又也伫讲话，对信伊诺。受牵煞到地无见着死，人找伊袂着，因为上帝牵煞伊是袂牵煞的大生，有得到干净伊，互上帝欢喜。即使无信，就袂会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，的确着信伊有，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。对信挪亚。伫未看见的事，已经得到默识，就敬畏来备办大船，救伊的家眷。对安尼来定世间的罪，搁得到承接照信的义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伊所讲的话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看见这段圣经的内面。这段圣经是讲到有真侪信心的这英雄、信心的勇士。因对着咱伫圣经来看，有真侪人因信靠上帝，所以上帝就将伊来赏赐来报赏互遮个人。当然，咱伫内面有看到有几啊个人是咱伫圣经内面所读到的，比如讲即个亚伯，也是即个伊诺，也是讲即个咱伫圣经内面看挪亚遮个人，因拢伫上帝面头前，拢凭着因的信心，互上帝来得到欢喜。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内面。伫第6节的所在讲着讲，即使无信，就袂会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，的确着信伊有，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信靠上帝的人，咱毋是干那信上帝。牧师爱甲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信上帝是真侪人拢知影信上帝，包括信上帝有。魔鬼嘛是信上帝有，总是魔鬼的信是到这个所在，总是咱信主的人，咱的信毋是干那到伫讲信有上帝，甚至咱爱阁有一个更较进步的所在，就是咱爱信伊赏赐遐个求伊的人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对上帝来求讨所有的物件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，来求上帝来赏赐咱所有一切的上好的赏赐。因为咱会当来到至悬的主的面头前来祈祷，这是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信上帝是有的，毋是干那信上帝是有存在的，包括咱爱信伊是会赏赐遐求伊的人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咱的祈祷就爱信有上帝，并且相信伊会赏赐遐个这个赏赐，会相信伊会将这个祝福。来赏赐遮信伊的人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对上帝有极大的信心。当然咱来看伫咱的平常时的时，咱就知上帝真正做真侪工作伫咱的身躯顶，包括有当时咱还未求的进前，上帝就会将遮一切物来赏赐互咱。最近咱要来过即个五日节所以有当时咱欠菜，咱会感觉讲毋知。咱即个疫情的关系，是毋是上帝有即个备办上帝会帮助咱，互咱来经过这疫情会当平安。
总是咱着看见讲，随望伫遮疫情的内面，犹原有真侪人凭着信心来行，毋是讲因中胆无滴即个喙暗，也是讲因死过拍拍走，并毋是安尼。因凭着信心，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，也关心真侪需要关心的人，包括有需要伫生活的内面，有需要食物的人，有真侪兄弟姊妹也会暗中来私底下来帮衬遮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地教有真侪人讲上帝竟然会知影讲我所需要、我所欠缺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望上帝来帮衬咱。欠在对咱来讲，咱有一个感动讲我望会当来帮衬什么人，但是欠在对即个受帮衬的人，伊会讲主啊，感谢你，会当透过别人感动别人来赏赐互我。所以望上帝来帮衬咱，欠在咱伫咱的眼中来看是咱做啥物，总是伫主的眼光来看是主上帝安排，互遮个代志拢会当来发生。所以望上帝来帮衬咱，咱毋是干那信有上帝，并且爱信伊会当赏赐遐个信靠伊的人。所以望上帝来帮衬咱平安。